大家好，到咗六合彩嘅時間啦！今日9月2號星期二，由我蔡國威同大家主持第96期嘅六合彩現場攪珠。咁首先睇睇投注總額，今期嘅投注總額總共係有7605萬。咁由於連續4期嘅頭獎都係冇人中，所以有累積多寶獎金2726萬。而投注總額嘅15%，亦即係1140萬，將會撥入獎券基金作為社會福利用途。喺攪珠之前，我哋先介紹一下就今晚嘅兩位監場嘉賓，佢哋分別有嚴志明教授 MH 太平紳士，同埋香港國際公證人協會會員曾文興律師，歡迎晒兩位。喺度提大家啦，六合彩開鑼金多寶攪珠將會喺今晚稍後時間開始接受投注，估計頭獎基金係高達8000萬港元。攪珠將會喺9月6號星期六進行，為咗預留更多時間俾顧客購買金多寶獎券，嚟緊星期4嘅六合彩攪珠將會暫停㗎。咁開鑼金多寶嘅截止投注時間係9月6號星期六晚上9點15分，獎券喺各場外投注處、電話投注同埋數碼平台發售，喺度祝大家好運。好啦，今期六合彩即將會舉行啦！大家電視機熒光幕嗰度都會見到一部六合彩攪珠機，1至49號嘅彩色號碼球已經由下至上、左至右順序排列好，即刻可以開始第96期嘅六合彩現場攪珠。今晚第一個攪出嚟嘅號碼係5號 ，The first draw number is 5。第二個攪出嚟嘅號碼係18號 ，The second draw number is 18。第三個攪出嚟嘅號碼係29號 ，The third draw number is 29。第四個攪出嚟嘅號碼係49號 ，The fourth draw number is 49。第五個攪出嚟嘅號碼係23號 ，The fifth draw number is 23。第六個攪出嚟嘅號碼係24號 ，The sixth draw number is 24。最後一個攪出嚟嘅特別號碼係11號 ，and the extra number is 11。好啦，今期六合彩已經係順利攪出啦。等我同大家重複一次啊，分別係有5號、18號、23號、24號、29號、49號，而特別號碼係11號㗎。如果大家想查詢今期六合彩結果，即係頭2、3獎嘅派彩獎金，歡迎你致電1835288，又或者可以瀏覽馬會六合彩網頁㗎。咁節目時間到呢度就差唔多啦，我哋再一次唔該晒我哋今晚嘅兩位監場嘉賓，佢哋包括係有嚴志明教授 MH 太平紳士同埋曾文興律師，多謝晒兩位。